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这是咱三甲来吟诗，圣诗120首，咱来吟全首。请咱起立。请咱游园徛地，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我伫天上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续，请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列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接续咱三角来启用，今早起咱要启用的是启用文30篇，伫圣诗的后面启用文30篇，我来启，请咱正兄弟来引。我抬头看山，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无互你跋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民。上主是你的保护者，日是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这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万权能的主，
伫过去3年偌久肺炎大流行的期间，得到主你的帮赞甲保守，我们诚心感谢俄罗你。今早起，你阁将逐项福分赏赐阮，互阮众兄弟姊妹会当自接来到你的圣殿，三到伫遮敬拜俄罗你。阮有部分的兄弟伫网络甲阮三到敬拜你的，求主你有缘保守因。主啊，阮特别要感谢你，今仔日你有差遣玉山神学院的教授陈南洲牧师来到阮的中间正道。求主你的灵魂、你的灵即时降临，互阮逐人会当添进，阁求你甲阮同在，充满阮，互阮专心致意听谈对主你来的教示，跟对主你的脚步来行。常时恳求你祝福伫栽培你的学生的玉山神学院甲神学院全体师生，互玉山神学院会通训练出装备较全的勇猛精兵，传扬你的性命、你的活命甲信息，引带侪侪人来归向你。大师阮的主，恳求你照你互阮的应允。人若踮伫基督，就是最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但拢变成新的。当离世有偌远，你互阮的罪过离开阮，也是遐远。求你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洗清阮一切的罪过，赦免阮罪无完全，清去阮的心甲阮的意念，互阮无阁做出无应该做的，无阁行遐无应该行的，洗清阮一切隐密无显现出来的过失，互阮的内面重新有圣洁的心、正直的灵。求你医治遐个病痛甲软弱的人，互因勇壮；互欠缺的会当得到富足；互忧伤的会当得到安慰；劳苦担重担的得到安息；跟对你的会当得到圣洁的恩赐甲福气，阁有永远的喜乐。求你教示阮对生命充满盼望，恳求你伫阮拄着困难甲痛苦的时，坚固阮的信心，加添阮的疼心。伫信心的内面，哪有疼心；伫疼心的内面，哪有信心；伫疼心甲信心的内面，佫较会晓倚靠主你，谦卑吞忍，毋望将来也是会当甲你相同享受永远活的荣光。主爱主，阮上时也要恳求你，甲即马伫日本广岛伫召开7大工业国高峰会议的各国领袖，有你甲因同在。赐因智慧，替因开路，互因会当达成真正会当促进世界安全、和平的共识甲策略。主啊，阮今仔日的礼拜，上年团契聚会，甲所有的侍奉圣工，以及即礼拜5开始连续3日赴团契的旅游，求主你保守带领，互阮逐人的信仰会当哪加天哪坚固，通成做你尽忠的奴仆。做你的器具甲路用，愿荣光归伫主，世世代代直到永远。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祈祷，主听。接续，咱要请本堂圣歌队来演奏咱赞美。今早起因要吟的是我心大欢喜。
咱真感谢圣乐队的赞美，接续咱来恭听上帝的话。今早起，咱要三角恭听的，记载伫《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第1章，咱要对第1节，参考来看到第11节。伫台语汉字本134面，《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提俄菲罗啊，我已经将耶稣对起头所行所教示的，直到伊托中圣神命令所敬的使徒了后，受直接上天的日，逐项记载伫前的册。我受害了后，捌用侪侪凭据，伫40日的中间出现，互使徒看见，来显明伊家己是我所讲论上帝国的事。伊甲因自执的时，命令因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要听候爸所应允的，就是恁捌对我听见的。因为约翰用水行洗礼，独恁阁无几日，要伫圣神受洗。第6节，安尼因自执的时，问伊讲：主啊，你伫即时要将国复倒互以色列嘛？伊就甲因讲：爸所下伫伊家己关内的时甲期，毋是恁所通知。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遍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这个话讲了，因伫看的时，耶稣受举起上天，有魂直接伊，因就看袂见。伊去的时，因往天注目看，忽然有2人穿白衫，徛伫身边，讲：加利利人啊，啥事徛伫看天？这个耶稣离开恁，受直接上天，恁看伊安尼上天，伊也要照安尼来。以上，愿上帝祝福伊的话。咱接下咱来请玉山神学院陈南洲牧师来甲咱讲道。今早起，陈牧师要甲咱分享的、要正道的题目是：为什么徛伫原来的所在？咱请陈牧师。张牧师、列位姊妹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甲恩赐，以及咱教会接纳，互我今早起通代表玉山神学院伫遮，甲咱同心敬拜，上时阵来思考圣经上帝的话。玉山神学院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着原住民的教会甲社会所设立的唯一的一间神学院。台湾的原住民族群，因的处境，我想无需要我加讲甚物，咱拢知，因是弱势的族群。也因为安尼，玉山神学院需要咱正教会的关心，咱的代祷甲奉献。我嘛要为着咱教会过去对玉山神学院的支持、代祷、关心甲奉献来说多谢。今仔日，咱若溯倒转去差不多2000多年前，今仔日的时间点，拄拄就是耶稣基督搁活了后，圣神降临节还未临到的中间，因咱后礼拜是圣神降临节，所以咱今仔日这个时间点，读咱今仔日所读的《使徒行传》第1章到11节到11节，我想不止有意思。耶稣伫伊搁活了后，伫上天进前，照圣经所记载，这中间的40日，伊大概做甚物？
我用现代台语译本，现代台语译本的译文来读《使徒行传》第1章第2节、第3节是安尼讲：伊上天以前，有通过圣神将真济代志指示伊所竞选的使徒。伊受害以后，有用真济证据显明伊本身活着。在40日的中间，有显现予使徒看见，对因讲论上帝国的事。咱会当想象，主耶稣基督死了后，死伫十字架顶，悲惨见笑，伊的使徒惊惶、失望、四散。总是耶稣基督跟我。耶稣基督跟我这项代志，对于使徒来讲，因起初无法度通接受。总是主耶稣基督不断向因显现。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讲，耶稣向因显现，证实伊是活的。伊嘛上时阵向使徒讲解上帝国的事，予使徒一寡指示。因为这40日的相处，耶稣的门徒经历迄个救我耶稣带予因的快乐甲愿望，因对失望、惊惶、忧伤等等的情景的中间，回转倒转来真侪勇敢、有快乐，通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使徒。使徒对耶稣基督跟我上天有甚么款的反应？耶稣已经用40日的时间，予因知影伊是活的。伊也激励伊的门徒的心志，交代因工作，就是爱用普天的来宣讲。来见证国我的基督的福音，然后耶稣才上天，倒转去伊降世进前荣耀的国度。总是耶稣的门徒对耶稣上天有甚么款的反应？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第1章第10节到11节，我依然用现代台语译本来读。圣经记载有2个穿白衫的人，照咱的理解就是天使。安怎对门徒讲？加利利人啊，恁哪徛伫遮呢？伫看天。恁哪徛伫遮伫看天？这位离开恁受接上天的耶稣，恁看见伊安尼上天，伊嘛会照安尼过来。经文中所讲的穿白衫的人，我讲是天使。天使是安怎会甲耶稣的门徒讲，恁哪会徛伫遮？在看天，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意思？咱要想这句话时，咱个倒转来想，头前这40日的中间，耶稣到底甲伊的门徒相处，有交代什么？有做什么？咱今仔日的经文第1项甲咱讲，耶稣用真济方法显现。甲因证实伊实实在在的活着。
耶稣的救我，还是讲救我的耶稣，对基督教信仰来讲是真重要的真理。使徒保罗讲，耶稣若无救我，安尼阮就无什么通好来宣扬的。其实，对另外一方面来讲，基督教宣扬一个救我的耶稣是真奇怪的代志，因为照咱平常的理解，咱的经验，相信世人救我，这是非常困难的代志。今仔日若有人甲咱讲，伫某一个墓园、墓地有世人救我，你敢会相信？那我袂相信，因为对常理、对一般的理解来讲，咱袂接受这种的讲法。啊，若假使咱真好地接受这种的讲法，啥耶稣的门徒要宣扬见证，救我耶稣，因为耶稣基督实在救我，迄是因亲身的经验，因实实在在经验着耶稣基督救我，所以因敢若会当传救我的耶稣。门徒所以会传救我的耶稣，是因为因的经验，因对救我的耶稣得到亏力，因对救我的耶稣得到盼望，迄个救我的耶稣改变因，互因对失望惊赢转回倒转来，充满勇气，通好见证。圣经咱所读的经文，搁再一摆甲咱讲，毋是干那耶稣实实在在救我，这个救我耶稣有应允。咱今日所读的圣经讲，耶稣应允因要赏赐因圣神，要赏赐因快乐。后礼拜日圣神降临节，咱读的经文大概都是会去讲到这个事实。耶稣的应允，其实耶稣的应允，伫另外其他的所在也有记载。譬如讲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两节，耶稣交代门徒去普天的宣讲福音的上时阵，耶稣有应允甲门徒三角地带。有时咱的教会会祈祷，讲啊，求上帝甲阮三角地带。其实咱的祈祷是应该讲，求上帝帮助咱经验迄个甲咱做伙、甲咱同在的耶稣基督。因为上帝真够咱毋捌离开咱，上帝无需要咱祈祷，就已经甲咱同在。咱的问题出伫咱有经验着，伫咱的身边甲咱同在着耶稣基督也无。耶稣基督已经应允甲咱伫地，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甲咱伫地，咱都爱去经验，咱都爱去对迄个甲咱同在的耶稣得到快乐。耶稣毋是干那应允甲伊的门徒同在，伊嘛有交托因一个使命。就是爱普天来宣讲，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基督教会宣扬救我的耶稣甲伊的拯救，是因为门徒实实在在经验。咱今仔日的人，咱嘛应该爱经验。耶稣基督已经甲咱同在，咱都爱去经验。要安怎经验？当使徒无相信玛利亚甲其他妇女所看见的空梦，见证耶稣基督救我时，因无法度通经验救我耶稣，因的心就爱拍开。当咱的心欢喜、甘愿，
咱的主耶稣基督拍开的时，主耶稣基督才有法度，互咱去经验、去体会。亲像雅各书第4章第8节所讲的：当咱亲近上帝时，上帝就亲近咱。咱来拍开咱的心门，亲近上帝，互迄个高爱耶稣的快乐同在，实实在在伫咱的心内产生快乐。当耶稣有交托门徒见证的使命，见证其实上至少有2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亲像圣神降临节降临的时，使徒彼得徛起来见证，见证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见证耶稣基督的作为，就是耶稣基督伊死伫十字架顶，为着要拯救世间人，要互人通通过伊甲上帝和好，互人得到赦免，对耶稣基督得到平安甲盼望。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见证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爱宣扬耶稣基督的教导，特别是上帝国的福音。见证的意思就是将所听到、所看到的，甲别人相互分享。所以咱若要宣扬耶稣基督的教导，安尼咱本身爱活出耶稣基督的教导。当咱咧讲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上帝国的福音的时阵，你我咱的教会整体，都要为着上帝国的实现来努力来打拼。第三，今仔日经文甲咱讲迄个高我上天的主耶稣基督，伊安怎上天？伊嘛照安尼要过来。这是天使甲使徒所讲的话。耶稣基督要过来，上至少嘛有2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伊是历史世界的主。凡事起头就结束，迄个创造开始的上帝，伊要完成伊对历史、对世界、对创造开始的时阵的计划。耶稣基督过来，就是上帝创造的完成实现。耶稣基督过来，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终末的审判。咱想到审判的时，有时受到台湾民间宗教的影响，想到地狱，想到艰苦、刑罚。当然，这伫审判有这种的含义。总是耶稣基督过来，迄个终末的完成的审判，是要显明什么？是要显明这个世界的邪恶不义，一切歹，拢要降服伫迄个圣洁、完全上帝的下面，就是要降服伫上帝的圣洁、公义、美好的下面。死亡无搁再较赢，是上帝疼要赢过死亡。失望无搁再控制咱的人生，因为上帝永远话要互咱喜乐。当咱将今仔日经文头前所讲的耶稣基督的应允，甲恁三甲弟弟，想使恁快乐，佮将耶稣基督的交托的使命，普天的来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甲伊的作为，以及耶稣基督再临，咱将这3项概念做伙来想的时阵，咱搁来想到天使甲使徒所讲的话，
就有意思。加利利人啊，恁哪会徛伫遮咧看天？加利利人啊，恁哪会徛伫遮咧看天？迄个安尼上天的耶稣，也照安尼过来。咱要特别来想即句话。既然耶稣基督已经过我，既然耶稣基督有交代伊的门徒使命，就是要伊去普天的见证宣扬。耶稣基督嘛会再临，天使咧问这耶稣学生是安怎？恁还阁徛伫原地？恁哪会徛伫遮咧看天？恁哪会徛伫遮咧看天？恁徛伫原地。圣经无甲咱讲是安那耶稣的学生徛伫遐咧看天。总是天使会安尼甲伊问，一定有啥物款的意思。咱可能敢若会当想象猜测。是安那耶稣的学生徛伫原地，徛伫遐咧看天。我想第一个原因，可能是耶稣的门徒，因过去40日甲耶稣基督做伙，因享受耶稣基督甲因同在的喜乐，因看到因的主耶稣基督荣耀上天。因活伫迄种的喜乐内底，陶醉，但迄种的喜乐欢喜，因煞袂记即主耶稣交代因的使命，欢喜快乐荣耀，互因徛伫原来的所在。咱的人生有时嘛是安尼。咱的人生有时因为咱个人生命中的一寡成就，包括信仰的经历、体会着上帝的救赎、疼痛、怜悯等等，还是讲咱家己感觉咱的教会，特别咱拄庆祝70周年，咱的教会过去70档的中间，咱有不止一个分会，咱有一寡成就，咱会当夸口，咱当然会使欢喜，咱会当为着咱信仰的中间的经历来感谢、来欢喜、来快乐。总是咱袂当徛伫原来的所在，咱袂当因为快乐欢喜。咱袂当为着咱过去的成就，所徛伫原地，无搁再进前，无搁再记得主耶稣基督的交托，无搁再记得主耶稣基督要再临。这拄则讲的，这是可能咱想象的一部分尔。门徒嘛有可能另外一种的心境，因毋是为着主耶稣基督的上天迄种的荣耀、欢喜、快乐，因可能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负面的思想甲心境。过去40日甲耶稣同在偌年好咧，即马耶稣离开因去。因可能有淡薄哀伤，咱台湾话讲思绪，华语讲惆怅，可能有淡薄沮丧，所失去生命头前迈进的，失去工作的动力，停留伫原地，所袂记即主耶稣基督交托因的使命。咱倒转来想，咱今仔日伫咱的人生的经历的中间，
咱难免有失败，体会家己的罪过、懊悔、哀伤、沮丧。咱有咱的失败，咱的罪过，咱的艰苦，甲咱束缚，甲咱困伫原地。咱说无都通进前。我毋是讲咱袂使为着咱过去的失败艰苦，我毋是讲咱因为过去的失败忧伤，袂使安尼心甘苦尽，会使，嘛应该为着咱的失败求上帝怜悯扶持。总是咱绝对毋通互咱的过去的罪过。咱的失败，咱周围的环境，甲咱束缚，所以咱袂当看到将来甲愿望。咱毋通互咱过去的哀伤、痛苦，甲咱束缚伫原地，所以咱失去愿望。天使的话提醒咱：家己的人啊！恁哪会徛伫遮看天？天使话是毋是有预言要甲咱讲？亲爱的姊妹兄弟，恁哪会徛伫原地？无论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我欢喜快乐，因为咱教会过去的荣耀感谢，还是讲咱个人的一寡成就。咱夸口，总是咱袂使徛伫原地。刚才咱过去嘛有一寡失望，咱嘛有忧伤，对人、对环境、对整个社会，遮尔侪不义、无公道的代志，足侪咱恶的理解的事发生，咱感觉讲上帝太安尼。咱嘛毋通互遮个代志，无论是失志、忧伤，甲咱捆绑掉咧，性命袂使停留伫原地，性命就要向前行。咱哪会记即项代志？耶稣用40日的时间，甲门徒三个同在做伙，互因确实知以活的。咱嘛会知，咱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是国我的主，国我的主是赢过死亡的主，国我的主是带予咱快乐的主。咱可能经历的失败、困苦、哀伤。总是咱知影，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主上帝，伊所收拾咱的快乐，是互咱赢过死亡，是互咱有愿望，互咱得到赦免，得到平安。伊要互信主耶稣基督人经历到国我的大快乐，要经历到赦免。较赢咱的失败，愿望较赢咱的困苦，所以咱袂当徛伫原地，毋是干那因为耶稣基督有快乐，毋是干那因为耶稣基督有赦免，嘛因为耶稣基督要再临，你我咱受托宣扬见证的使命。教会有宣教的使命，你我咱的活命都要向前。国我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永远甲咱三个伫地，已经永远收拾咱快乐。所以咱无论人生拄着什么款的困境、艰难、失志，咱啊毋通徛咱原地。
不要站在原地，咱来头前来跑走。佮再一摆讲，咱唔通互咱的失败、互咱的哀伤，甲咱捆绑掉咧。咱唔通因为咱的罪过，感觉讲咱未堪值来到礼拜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心，伊的赦免比咱更加大。咱的主耶稣基督是靠我的主，是赢过死亡关系的主，是赦免的主。当然，咱嘛绝对唔通，因为咱目前所经历到的信仰的体验也好，人生的成就也好，等等，咱唔通因为这个，说，互咱徛在原地，无搁再进前。主耶稣基督安怎上天，伊嘛要照安尼过来。一来有审判，一来伊要完成伊对世界、对历史的旨意。咱受托参与伫耶稣基督的宣告，咱袂使徛在原地，咱来活靠耶稣基督各我的气力，积极为着主交代咱的使命来向前行。咱同心来祈祷。对世人中，各我较赢死亡关系主，阮的上帝啊！阮感谢你，通过你的独生圣经，就是阮的主耶稣基督，收拾阮亏力甲欲望，赦免阮，互阮对你得到平安甲喜乐。但恳求你怜悯阮。我无因为阮人生的成功，也是失败、困苦，所徛伫原地。阮常常会记得，你实实在在的过我，你有应允，你有赏赐阮气力，去交托阮使命。求你互阮欢喜甘愿，领受你的气力，你拍开阮的心门。经验你的同在，无搁再徛伫原地。无论是失望，还是喜乐，互阮拢头前跑走。愿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真感谢陈牧师今早起的正道，真毋望咱会当勇敢向前来跑走。咱接续咱三角来吟圣诗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咱来吟全首。人有你我。
真济，请咱大家准备今早起的奉献。咱请陈小文甲戴任宽叔叔来甲咱书献。请坐。这时我来报告，今仔日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礼拜。咱上时也要感谢玉山新人院，因为今仔日玉山新人院的主日，玉山新人院有提遣咱陈牧师来甲咱正道、甲请安，请咱为着玉山新人院来关心、奉献、甲代祷。我代表教会甲陈牧师感谢。第二点，咱今仔日礼拜了后，要伫6楼召开幼儿园的董事会，请各位董事会当留步参加。佮续来就是咱今仔日礼拜了后的是双年团契，有要伫咱地下室要举办5月的例会。今仔日有特别邀请到名嘴吴中央长老，伊要来讲的题目就是讲，一节课都互你学以后足够祈祷。所以即个请咱双年的团契以外，咱的兄弟友员会当来踊跃来参加。第4点就是咱夫妇团契，咱夫妇团契伫即个礼拜5月26到28，要去屏东甲台东，连续3日，结果有40名名额，真紧3日就拢报名，拢已经客满，所以有足侪人报不着。即摆咱张牧师、牧师娘也要做伙参加，所以毋茫袂当去的人也好，会当去拢会当为着即摆的即个旅游会当来祈祷、来代祷，因为我看到28号迄日有一个台风
外围可能会接近，所以咱搁去台东，所以即个无论安怎，请上帝来甲咱带领，望咱有一个真平安、真快乐的一个旅游。佮接续就是因为咱5月26有济个人，我因合唱团的团员拢是夫妇团契的迄个会友，即个会员，所以有真侪人去参加即个旅游，所以咱伫后礼拜，就即礼拜5，妇女团契我因合唱团，咱总啊暂停一摆，所以毋好总啊走来啦吼，走来就到时无联络歹势。后来后礼拜日是圣灵降临节，咱有要请张牧师来主领，因为迄日有要举办圣餐。另外就是咱母亲节顶礼拜，咱已经有甲母亲节的即个礼物有分落去。那顶礼拜无来的，咱也真欢迎会当来咱的办公室，甲思涵干事来领。另外就是咱70周年的纪念衫，有足侪人有登记，拢有客登记，但是有小部分的人犹原还未客。若还未客，请若假使已经交钱了，就直接甲思涵客。若无交100块了，迄个会当过去领。若假使要搁增加的，会使追加要一领300块。其实迄个介绍，咱共买是310块，所以这个也真欢迎。咱若假使有需要的，甲咱的办公室来接合。搁续就是咱伫7月初5甲初8有要举办咱的夏令营。伫后礼拜的即个5月28，后礼拜日中昼，咱礼拜了后的时有迄个，就是即个夏令营的即个辅导人员的训练班，所以咱望迄个有登记的志工会当伫后礼拜了后的时会当留落来参加迄个训练班。另外具体消息，即个具体带到即个吼，即个是咱的放盘的教会，就是伫永和复活教会。最近有2位啦吼，2位兄弟，就是一个詹美珠老师，一个是何春龙长老啦。因2个煞小人煞拢去安休伫主家，所以请咱继续替因的即个遗作来带到。因迄个教会，咱有派咱的迄个倪正义去伫遐做遐个牧师，迄个真弱小的教会。咱已经甲伊季节对5月开始就变做咱的一个放盘的教会，所以有缘是咱的具体的字，所以请咱大家会当甲伊关心带倒。另外就是即个带倒的事项啊，带倒的事项，即个请咱家己过目啊。当然上重要就是讲会当为着玉山新学院全体的师生来祈祷，因为伊迄个这是专门为着栽培咱的原住民的教会，遐个教会的牧者因为玉山新学院伊较信吼，定定会造成迄个老师的薪水发袂出来。所以即个吼，即个既然是上帝的旨意，就甲伊设立，咱有缘特别甲伊关心，来甲奉献。另外就是咱的奉献伫后壁，若假使有订单的，请向咱的迄个办公室遐子，请甲即个特约的中级来反映。咱接续请张牧师来甲咱做即个补充。咱真多谢陈牧师今仔日的信息，咱昨真甘送走咱江吉顺人吼江明哲吼，伊要代表遗族，甲咱大家多谢对因家庭伫这段时间的关心吼，甲望咱继续为着因的家族来祈祷吼第2项我来介绍，今日伫咱中间吼，我的资料敢若有义峰兄。黄义峰兄，伊是石牌教会的兄弟，今仔日来到咱中间，来甲咱做敬拜。其他还阁有其他，我特别爱介绍无？我来特别介绍，阮伫去年5月15枪击案做伙伫迄个所在现场吼，有2队吼，今仔日伫咱中间吼，洪志、方玲甲建文长老甲尚阿姐。阮拄好1年吼，我特别爱感谢，因为建文长老实在是陈南州牧师的小弟啦。发生代志的时阵是伊去敲911的吼，去叫警察来吼。伊也拄做阮小会的书记。所以旧年我离开美国了，所有的代志拢伊处理吼，后壁这足侪募款，足侪遮人的奉献等等。
甚至到伫顶礼拜日，为着枪击案1周年，伫遐有办一个音乐会，伊也伫遐来处理到音乐会拢结束了，伊昨日才为美国倒转来遮，这1年中间足多代志拢麻烦伊，所以非常的感谢，咱毋茫亲像今仔日大牧师会勉励，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个爱的能力，互咱向前来迈进。不管过去是欢喜还是悲伤，咱教会70周年以后，都毋是干那停留伫庆祝过去的成就，咱犹原要向前来迈进，宣告咱的伙伴教会也需要咱的关心，咱大家做伙来努力，多谢。真感谢牧师的补充。接续咱来念上营的诗388首，咱吟诗后请牧师，请陈牧师甲咱祝祷。愿光归心的兄弟，愿光献家献世上美，在地的，在地的，就来呀眼望的嘞，莫叫莫惊，阿门，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疼痛、圣神的保守引带，甲咱众人三甲地地，对这事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